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语是西公哈死鬼，意思咧讲消遣，讲人干那靠一支喙食啥尔。公司内面有一个主管真过人缘，毋那办单阁揽烂，阁是一只碰风龟。见摆开会，伊就爱伫电视面头前分家规，讲大声话，做袂到的代志嘛咧应，舌头伊咧飙，工课煞阮咧做，业绩若无到预定的目标，伊就掠阮大家出水，随个都爱去互宣。同事私底下拢咧讲，这个主管根本无半撇，不时伫办公室匹配叫。主管做甲遐无价，袂互人信服，真正西公哈死鬼会晓尔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